各位好啊，歡迎大家嚟到林欣彤消失咗4個月，首度解話直播被追殺嘅風波，仲話聲稱呢被8名嘅巫師攻擊，搞到精神破碎啊！關注組，我係 Water， 啱聽啱睇嘅朋友記得幫手訂閱 share， 仲有建設性留言同埋加入會員，等我呢個 channel 可以做得更加好。咁我哋咧就睇下好耐冇見嘅林欣彤，咁佢喺琴日咧又有新嘅消息啦。但係睇翻啦，喺舊年9月嘅時候啊，已經咧消失咗喺幕前有一段時間嘅林欣彤，突然之間咧就喺凌晨時分啊開直播。當時咧佢身處啊喺英國嘅一間醫院，情緒失控啊，咁樣指罵咧一個同行嘅鬍鬚男子。仲話佢咧出咗意外咧，叫我揾你，因為啊，我喺靈裏邊咧，我聽到佢喺度做緊啲乜嘢噶。呢段片咧，你哋 save 咗佢啦，即係叫啲觀眾咧就 save 低咗佢。如果咧有啲咩事嘅話，我死咗啊，唔緊要噶，我死咗都唔緊要噶。你哋啊要認住呢個鬍鬚佬係殺人兇手嚟。咁當時啊，隨即咧，醫院啊就傳嚟一名疑似係醫護嘅聲音啊，喺度話 What are you doing？ 咁你喺度做緊啲乜嘢啊？而陪同佢入醫院嘅鬍鬚男子就叫佢咧冷靜啲，冷靜啲 ，OK 噶。事後啊，有報道就話咧，呢名嘅鬍鬚男子啊，原來咧就係當地教會嘅職員嚟，而患有啊抑鬱症嘅林欣彤。呢個行為咧，就令到外界啊相當之擔心佢嘅身心狀況啊，都係好擔心佢，同埋都已經消失咗啦。喺幕前一段嘅時間，事隔咗4個月啦。琴晚啊，林欣彤喺情緒失控之後咧，首次更新佢嘅社交平台，佢就用啊一張咧眯埋咗眼、微笑派心嘅相咧，嚟去交代出咗呢個 post， 並且發文啊交代咧喺舊年9月啊大鬧醫院嘅背後原因。佢一開始就話 Hi belated greeting in 2026，大家好嘛，我回來了，別擔心了，即係希望啦佢嗰啲歌迷啊或者佢支持佢嘅網民啦，就叫佢哋唔使擔心，我翻嚟啦。咁而睇翻啊喺舊年嘅新聞咧，佢嘅經理人啊當時就出於保護，聲稱林欣彤咧就係因為擔心颱風之前啊趕唔切咧上機翻香港，令到佢嘅狗仔啊冇人照顧而情緒崩潰。呢一個啊令人哋難以置信嘅講法，林欣彤啊喺琴晚咧就終於作出澄清啦。佢就話：首先咧就好想澄清啊，我就唔係報道裏邊所講咁樣，因為擔心翻唔到嚟香港，或者擔心咧照顧狗狗啊而情緒崩潰，先至唔係咁啊。咁樣咧就實在太搞笑啦嘛。而過去啊都係患有嚴重情緒病嘅佢，喺治療嘅同時咧，亦都好努力咁樣啊捉緊信仰。咁你就算喺醫院度啦，嗰個男子好大機會咧都係教會嘅職員嚟啊。望一步一步咁樣咧走出黑洞啊！佢就話嗰次咧喺英國嘅教會做完分享啊，就被遭受啊過百名嘅巫師咧去攻擊佢。咁但係咧佢就冇詳細去講呢過百名嘅巫師點樣去攻擊佢。唔知啊佢所指嘅咧係咪啊受到靈界上嘅攻擊咧？佢仲話因為咧喺飛機度啊有延誤，佢就喺機場咧等待咗一整日啊。我受到啦可能過百位嘅巫師攻擊，自己咧就喺呢個機場度啊等啊，困獸鬥咁樣啊，一樣不停咁樣單打獨鬥啊，最少咧就10個鐘。
咁佢可能咧就心理上啊，或者佢即係自己就同佢自己咧個腦諗到嗰啲巫師去單打獨鬥啦嚇，佢咧就冇諗到啊，精神上邊咧可以咁破碎啊，慢慢咧就完全失去咗正常嘅意識。即使喺以前啊有個好嚴重嘅情緒病，但係今次嘅痛苦咧就係超出咗佢可以想像到噶。而且佢咧亦都聽過啊，好多咧為神工作嘅人都會受到啊黑暗勢力嘅攻擊，但係冇諗到啊呢種程度咧就會發生喺佢自己身上。感謝上帝啊嘅奇妙恩典，佢就冇變成咧失蹤人口咁話。咁而當日啊嘅失控啊，好彩咧，遺失嘅咧只不過咧就係手機。經歷過可怕嘅精神上嘅破碎，林欣彤啊更加覺得咧半步啊都唔可以離開主耶穌，仲話人呢就冇失蹤，但係部電話咧就失蹤咗。9月尾啊，去到10月份呢，所有嘅 WhatsApp 啊佢都收唔到，亦都好多謝啊曾經發信息關心林欣彤嘅各位，但係咧亦都好感謝神啊，令到佢可以靜養。依家咧佢就翻咗香港啦，恢復當中，安全嘅，大家咧就唔使擔心。喺呢度咧仲特別啊感謝佢嘅教會，佢簡單咁樣咧分享咗幾句，佢哋咧就識啦，唔會多問嘅，亦都唔會多講，只係咧聽到啊神所講嘅說話咧，先至同我講，令到啊林欣彤咧就好安靜，令到佢啊覺得咧有極大嘅安慰同埋愛，而且啊佢就好感恩啊，有呢種咧只係仰望耶穌嘅同在。有啲朋友咧就好擔心啊，林欣彤咧就會因為咁樣而離開神，咁但係啊佢就話正正啊就係相反，佢恨不得咧即刻翻到去神嘅身邊啊，要喺耶穌嘅腳邊咧喊咗好一陣啊，好需要空間同埋時間咧去 recover， 希望啦真係林欣彤之後咧就會安好啦。係啊，同埋就睇下如果佢仲係情緒有問題嘅話咧，咁就去揾一啲專業人士啦，就去睇下。咁嗱，你話叫我問我對信仰咧就冇乜啲咩研究，所以都唔加多去批評。咁佢講啲乜嘢，我就照復述翻。咁而啊，佢喺琴日咧再面向大眾啊，就係因為琴日對於林欣彤嚟講咧，就係一個好特別嘅日子啊。佢就話3年前嘅今日咧，正正啊就係佢洗禮嘅日子。佢唔知道咧之後啊會唔會更加之艱難，係啦。咁但係咧佢就覺得啊神咧就會喺佢身邊啦，同埋陪伴住佢。最後啊佢仲以哥林多後書嘅第5章第17節咧作為總結啊。若果啊有人喺基督裏邊，佢就係咧新造嘅人啦，舊事已經過，都會變成新的了。咁都希望啦，即係過去不愉快嘅事件啊，或者佢嘅情緒病啊，希望所有咧都會成為過去啊，咁就會成為一個新嘅林欣彤，咁就好好振作。咁有好多嘅網民啦，都為佢加油打氣，咁有9000幾個 like 啦，係啊，咁你網民都話等佢康復之後咧，繼續出歌啊！我哋咧推到你攞我最喜愛嘅女歌手，係啊，咁就有慶祝啦佢3週年啊嘅紀念，咁有好多嘅網民啦，可能都係有信仰嘅，咁之後咧就話感謝主啊，希望佢就可以平安，咁最緊要啦，真係企翻起身，係啊，即係之前咧遇到啲乜嘢啊，即係假設真係遇到佢個天人交戰，面對住啦100個巫師都好啦，咁希望啦。
所有嘢都成為過去，咁就冇必要啦，就話對佢提出啲咩質疑啊。咁大家都明白，即係如果佢係心理上邊啦，或者情緒係受到嚴重嘅困擾，咁你去質疑佢所講嘅嘢，其實都係冇意思啦。咁但係大家心裏邊都有一個答案喺度啦。咁可能嗱，我對信仰唔係咁了解，可能佢真係受到100個巫師去攻擊，咁都係唔出奇嘅。咁但係啊，同一時間咧，亦都有啲網民啊睇到佢琴晚嗰個 post 之後咧，咁亦都係個情況啊。有啲網民就覺得就更加之令人擔心啊。咁同埋真係即係除咗啦揾到信仰之外啊，情緒成日受到困擾，都要揾啲專業人士咧，即係例如係心理醫生啊，咁去睇一睇，係啊，咁樣就會好啲啊。嗱，咁有啲網民都話，即係聽到佢啦，琴日嗰個 post 咁講啊，覺得咧就佢可能有幻覺或者幻聽啊，希望咧佢就去揾醫生咧去睇下。係啦，如果唔關精神科事咧，先至揾教會，咁可以同一時間啦去咁做。係啊，希望佢到最後啦，真係走出黑暗。係啊，之前嗰啲嘅痛苦啦，或者遇人不淑啊，或者佢總之就係啦，係啊，過咗去啦，所有嘢咁就好好去面對啊，係啊，堅強啲。係啊，咁佢話既然信仰幫到佢，咁可以即係同一時間返教會。咁但係如果情緒上受到困擾咧，都係要睇醫生啊。係啊，咁就有好多嘅網民都係建議佢啦，係返教會嘅同時啊，都係要睇下醫生幫唔幫到佢啊。咁好啦，咁其他嗰啲有網民質疑佢嘅，咁嗰啲就真係無謂講啦。好，咁我哋跟住咧繼續啊，睇下新聞啊。咁係啊，同埋你做明星啦，或者做一個公眾人物啦，都係比較係背後係有好多心酸嘅事，大家咧可能就未必會知道啊。係啊，每個人啦，成功又好啦，嗱你成功可能背後佢係付出咗好多，有好多嘅成功因素喺度。但係唔成功都好啦，咁可能又會要面對翻個社會。你睇到啦，某啲嘅綠葉啊，咁嗰陣時佢可能咧就要做幾份工啊，嚟繼續維持住佢嘅演藝夢。咁我哋睇到咧一啲嘅娛樂報導咧，係啊都有報導唔少啦，因為佢可能唔夠蘇錢啊，或者接 job 接得唔夠啊，佢根本就唔夠佢基本開支啊，即係嗰份糧啊。麻煩觀眾踴躍留言，一有新消息再同大家報道。多謝大家俾面，鍾意就訂閱 share，係咁，再見。